喺水泉澳村呢個廣大嘅禾場裏面，唔同年齡層嘅居民都有唔同嘅需要，而我哋可以為呢度帶嚟一點嘅溫暖。讓我哋送上關懷同埋陪伴，將基督嘅愛帶入鄰舍家中，實踐愛鄰舍嘅行動，亦裝備佢哋成為主嘅門徒，讓社區轉化。無論你有乜嘢恩賜，都可以喺水泉澳事工裏面揾到自己嘅位置。讓我哋一同合力服侍水泉澳村嘅居民。